伫现场的在座位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搁在机会嚟伫咱遮，甲众兄弟姊妹做阵思想上帝的话，嚟分享进前，咱做阵阿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是阮的望望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手的光。求主，你这时阵圣神伫阮的当中自由的运行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领受你的同在，领受你的话语，加做阮的帮助，互阮行这条无简单的路，毋过是一条真福气的路。主啊，阮甲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头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带领，互每一个人所听到主你的话语。无论你是对你这无路用的仆人，还是兄弟姊妹所听到你的话，阮的心都欢喜，阮的会当安然的居住伫即马不咱的世界当中。主，阮感谢你，甲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搁再一届你主的内底问兄弟姊妹平安。感谢主，这段经文大家真熟，对吧？因为若咧圣诞节的时阵。一般拢会讲到即个故事，就细汉囡仔真侪时阵就应该拢会听见。总是你圣诞节的进前，你2000多年前，咱的主耶稣已经确实降生伫咱的当中，了后确实对死里搁活起来。总是伊甲咱讲，伊互我升天的时阵，伊会搁再来。总是咱即摆咧望伊搁再来的时阵，还未来之时阵。伫咱教会的即个所谓的年历也好，还是讲咧咱教会历史的日子也好，你即个圣诞节进前的40天，每一个主日等于是4个礼拜。第一个主日咱讲的就是望望，咱咧望望啥物？咱到底所望望的会当实现啊未？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。我相信最近大家拢会讲听到，特别是少年人，有2个少年人相拄，总是咧讲最近厝价遮尔悬，薪水遮尔低，物质搁遮尔悬的时阵，真侪时间生活真正是无介好过。等于你讲这个时阵，另外一个少年人讲，你讲嘛是对啦，毋过薪水实在无介悬。我差不多1个月无介悬，差不多加票2万块尔，无介悬。去买物件无像较早遐尼好用，确实这个问人看嘛无啥好用的。这另外这个少年人就看着讲，哦哟，这个遮高啊！这个时阵人讲薪水低低伊1个月2万呢，就甲问讲，请问你你做什么行业？伊讲我是做梦那个行业的。我咧迷茫迄行诶，若是望望无达到实现实在你安怎望拢袂要紧。开始讲坦白讲即个望望总是有一个望望，也是一个欢喜诶代志啦另外你成长诶当中，我咧台湾的时阵有一个总统做阿扁总统，捌听过无？捌啦你拢捌听过？伊迄当阵有讲一句话，有望上水希望3岁也好，上岁也好这句话袂歹了，有望足水的，希望上水。毋知即时阵，也是讲咱今年真紧，今年就要过去对于新的一年，你毋知有啥望望无？你望望的当中，你会当欢欢喜喜，即个希望上水的时阵会欢喜无？咱总是望望有即个望望，有即个欢喜来上水来过日子。迄是真快乐的一项代志，总是这个望望敢会当实现呢？这就是今仔日咱搁再一届照着咱足熟悉咱有够了解这个故事的当中，牧师想要甲大家互相换一个无共款的方式，毋麻烦啦，我咧讲，望望大家做阵来想，要受啥物？咱下一张好无？下一张的 PowerPoint 是安尼讲，敢若对着咱咧点蜡烛人咧讲咱即摆是徛咧云顶的当中，毋知你要想过讲，即个云顶对是啥物意思？
什么叫做恩典？既然伫即个恩典的当中，咱搁个欢欢喜喜来仰望上帝的荣耀。即句话听起来足好，但是你敢知影伊的意思？咱咧仰望上帝荣耀，咱拢是上帝子民啊！咱每一个人应该有上帝荣光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咱既然伫恩典的当中，啊，搁咧仰望即个上帝荣光是什么意思？咱今仔日已经伫恩典当中咯，你有了解无？讲到恩典，其实所讲的恩典，就是白白得到的物件，毋是你付出什么物件，是你白白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赏赐互咱的性命。总之，这个世代还未过去，主耶稣还未来之前，佫充满真济的艰难伫咱的当中。毋过，咱甲别人无共，咱已经徛伫主的恩典的当中，咱仰望讲伊会佫再来。这是咱的眼光，这也是咱的仰望。总是有的人讲，牧师啊，这仰望要仰望偌久？我毋知影。毋过，上帝啊讲的话，一定会实行。这就是咱的仰望。咱有信心对这个仰望来是讲，主啊，你的互我仰望一当实行。总是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无一定咱会拄到真济代志。求主保守咱，了解咱所白白得到主耶稣的恩典的性命，就是讲咱今仔日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咱有这个恩典，咱甲无信的人是无啥共的，因为将尾一日，咱一定伫主搁再来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上帝所有荣耀充满伫这个宇宙的当中，咱会当入去上帝的国度内底，而遐享受到永活的快乐。这是咱的仰望。总是这个日子一定会来，只是当时会来。咱有当时咧等，有当时咧等。总是咧等的当中，难免咱会怀疑，难免咱会软弱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搁再借着这个经文，仰望借着这段经文，会当甲兄弟姊妹咱互相勉励。咱已经有永远的仰望，总是主赏赐互咱的，毋是永远仰望的尔。连咱在仰望的当中，咱搁嘛有一寡咱家己想的仰望，咱会再交托互主，求主来帮助咱，互咱每一日也好，每一个时间也好，是每一个时段，咱拢会当去经验到这个恩典所带出来的丰盛。所以主应允互咱，讲咱得到这个生命，毋是干那生命尔，咱会当得到这个生命，而且更加丰盛。这就是咱的过程。总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咱是恩上会当加恩，福上会当加福气。总是同好的迄个时阵，就是主耶稣要搁再来。总是这个时间还未到，咱要安怎呢？咱要安怎来继续来军队呢？照着今仔日大家真熟悉的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。牧师嘛请问，嘛希望大家来思想，即马什么是你同大的仰望？是讲你已经无仰望咯？人应该要有仰望，才会欢喜，才会快乐，才有这个气力继续向前行。所以会当问家己，今仔日我除了有这个主搁再来耶稣的仰望了，我这个当中我有啥物仰望啦？我相信咱也是甲主耶稣讲，主嘛应允互咱，咱照着感恩，咱照着祈祷，甲咱想要甲主耶稣讲，会保守咱的平安，会保守咱所思所想的。咱爱来经验这个代志，所以今仔经文一开始的时阵，这个就是大家拢知，这有4个礼拜，第一个礼拜就是仰望。第二个礼拜，有的人讲是信心，有的人讲是 peace， 平安。也有人讲第3礼拜是这个喜乐，第4礼拜是仁爱，爱心也好，总是这有一个过程。甲第5期的节点的时阵，就是主耶稣来的时阵。这就是教会历史当中，互大家了解讲，咱一直有这个仰望。当这个圆箍这，就是讲咱这个仰望总是一日来，伫这个当中，咱是个生命是永活的生命。所以迄个圆是无尽无衰的代志。所以今仔照这个经文要所分享是主是我的仰望，主是我的仰望。首先，我有几个问题，可能这字较细腻
总是让大家你这段经文因为太熟了，所以我让大家当思想。这个故事内底，主耶稣的话语甲咱讲有几个博士，有几个知无？几个？3个吼，讲3个举手。哦，佫袂少呢吼。圣经无写几个，圣经讲几个。圣经来讲有几个博士，无讲3个。啊，你也知3个，哦，咱你平时所看吼，就是讲咱所互相沟通一下啦吼。3个是对后壁人讲，迄3个吼。星上家啦，吼，迄上家讲伊献即个黄金啦、木药甲即个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吼，乳香啊，即3项啊，可能讲吼，伊甲平均啦，讲3项物件就应该是3个啦，吼，3项物件嘛，吼，啊，就讲应该一个人早一个才对啦，吼，这是推想，但实际上圣经无写几个，伊来讲有几个，吼，那你华语来讲有几个博士啊，有几个形象家吼啊，千里迢迢对东边。开始来找找一色的王，啊！你捌想过足趣味啊？即摆即个算讲博士啦，咱用博士来比喻啦，吼，代表伊形容家也好，还是博士来代表伊真有学问，应该真有学问，吼，啊，会当提出即个礼物，啊，应该代表伊的生活应该会啥袂歹，啊，所以来找以色列王的这几个。应该伫咱当中讲起来，应该是无论生活也好，无论是学问也好，应该是一个淡薄仔咱讲的做人生的胜利组一个人啦，吼，袂介歹就对啦。你有个人就为生活足艰苦啊，哪个千里迢迢要去找一个哦？啊，你想看嘛？伊为虾米伫即个当中，伊的生活也袂歹，伊的学问也袂歹，哦，伊哪要去找咧？啊，较早嘛无像即马遮利便的吼，咱较早即马比如讲咱若要坐飞机转去台湾，哦，我坐嘛坐足久的，哦，啊嘛坐了，就像我即马年岁有当去坐，哦，要坐了哦，微细细啊，哦嘛真辛苦咧。啊，较早无像遮紧的，可能坐马啦，坐骆驼啦，安尼哭安尼，爱行偌久，啊要来找即个以色列王拄啊出世。第一样代志，伊也毋是以色列人啦。伊去找即个以色列王要创啥物？千辛万苦。实际上，咱嘛再问咱家己，今仔日咱对台湾也好，啊，对世界各地也好，以我来讲，我就是对东边来甲西方的即个国家世界，我咧追求啥物？你嘛问你家己，你千辛万苦移民来到遮，你咧找找啥？我相信咱来遮移民也好，也是来找找一样物件好，心肝内底一定有思想、有动机才对。袂讲啊，我拢毋知，我就来咯，吼，应该是袂啦，吼。所以你有去想过讲，遮个人要去找一个拄啊出世的囡仔，讲伊是以色列人的王，敢伊甲有关系？你敢会去找到一个感觉甲你无关的，啊，阁是囡仔，你要去找找伊咧？你有想过吧？伊哪要去找找？一定听到啥物对毋对？是毋是？一定有听过啥物物件嘛？也是看到啥物物件嘛？心肝内底产生一个思想。当你产生这个思想的时阵，一定会产生讲，我要信还是无爱信，对毋对？有理无？你要信的人才会要去找找嘛。我听到我若无要信，我哪会来去找找？所以你要想看觅，这几个博士也好，还是形象家的时阵，伊要去找找这个囡仔是以色列的人的王，甲伊有啥物关系？伊遮骨力、遮拍拼，要去找找伊，这就是真趣味的一项代志。所以，咱要去找找一样物件的时阵，是因为有人讲，所以咱的圣经读着讲，咱今仔日会听到这个道理，也是讲今仔日会当徛伫这个文典的当中，一定是有人讲什么代志，互你听到。你听到了后，做两项的决定，一项你就是相信，啊一项咧，
你无相信。其实，咱今仔日嘛共款，咱咧世上当中有真侪真诶新闻，也真侪假新闻，你有法度分辨无？也是讲咱去传福音诶时阵，有人嘛是听到遮好诶福音，伊要相信，还是无要相信，伊会做一个决定。总是咱今仔日这个博士互咱思想，就是讲，伊听到有人传一个好诶消息，这个好诶消息应该毋嘛是以色列王尔。伊其实是全世界人救主诶王，甲伊有关系。若是敢若以色列王，甲伊就无关系，因为伊也毋是以色列人啊。以色列王是以色列王，甲伊国家也无共啊，有啥物关系？伊听到一定是甲咱今仔共款。这个囡仔号做弥赛亚，是全世界人诶救主，伊是一个上帝国诶王。所以伊要去找找这个，伊听到，伊相信，伊开始去找找。所以咱今仔嘛共款，咱听到啥物？圣经甲你讲，咱今仔听到是有人传，啊，咱所相信的，毋是人讲的话，是啥物人的话，咱才会当相信，就爱信基督的话，信主耶稣的话，这是咱会当去相信的代志。但是，敢若相信咯？相信就煞吗？毋是，你甲继续看，伊相信了是有行动的嘛。所以，伊千里迢迢一步一步，找到以色列王。你对我讲，哦，伊是这个星象家哈，啊，圣经那一般讲伊是博士，所以伊看到天星，跟对天星一直找。其实对咱即马来讲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活当中。是毋是有真侪代志，你甲咱提醒？提醒什么代志？目屎愈来愈活了，主耶稣我来愈来愈近嘛。咱所看的环境，想看觅，是毋是常常莫名其妙？以色列人甲哈马斯奇怪，啊，都好好，就忽然间崩起来。最近你中国大陆。忽然间，哇！迄肺炎的代志，肺炎的代，咱迄个肺啊，肺炎的代志，哇，佫爆炸！咱几啊年前嘛是啊地动嘞，天灾嘞，这个代志，咱看到啊对毋对？但是咱有在意无？咱在意啥？是紧张，还是烦恼？也是讲，咱是找找人，像这博士，咱是找找人，咱去找找上帝互咱的旨意。这样代志甲咱的生命有关，这样代志甲咱的福气有关，这样的代志会影响到咱什么代志？所以才有法度千辛万苦，伊愿意去找找。咱若无这个信心，若无这个思想，咱袂用气来去做。所以这博士千里迢迢对。东边对一直来找这个啥？找这个王的出世，所以真趣味。伊根据着环境，迄粒星啊，你讲天上也好，还是环境也好，伊根据着这个环境的天上开始找，伊找去倒去？找去倒？找去倒？圣经写去倒？车去找去皇宫，对毋对？有理无？有理啊！因为伊所听的就是这个囡仔出世要做啥物？要做王嘛！王咱思想的时阵，伊会出世伫倒？出世伫路边？出世伫马槽？出世伫凊彩所在？有可能吗？咱人的想法真简单，真正常。王要出世，一定是伫迄个皇宫内底嘛。所以伊的行动就是一直找，看了星星，环境敢若无啥有啊？按咱人的想法，应该伫皇宫嘛，因为伊出世要做王嘛。结果去皇宫内底找，有啊无？无啊！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讲咱人常常用家己的思想。去想上帝的代志，
咱感觉合理，咱感觉正常，咱感觉上帝真济做诶代志无啥，甲咱想诶无共。所以圣经定定来讲，上帝意念高过咱诶意念，上帝道路赢过咱诶道路。毋过咱常常拢有家己想法。我捌去拄到一个未信主诶人讲，我无爱信上帝啊，我无爱信耶稣啦。圣经你写诶拢黑白写。我讲为什么黑白写？牧师，我甲你讲哦，圣经一开始吼，讲上帝创造人啦。创造人也会当写迄个伊甸园内底吼，有2张树啊。一个吼生命树食了永远活，这袂歹，这赞。然后放一丛啦，放一丛咧善恶果啊，食了会死咧。你讲我做士大人诶吼，我听我诶囡仔，我哪有可能伫我所住诶所在内底去放一丛？迄个做善恶果食了会死咧。你讲我做士大人，我都无可能安尼做。你信这个上帝安尼做，你讲你信？我若问你讲，你哪里信？你无信哦，兄弟姊妹，你哪会信？你敢会做这个代志？你袂做哦，你知影哦，你袂做哦，我嘛袂做呢。上帝你做呢？所以讲，上帝你安尼做，我无合理啦，你要哪信的咯？我阁讲吼，你足巧，你有够巧，你拢想会到，你想会到迄张树仔放咧啊吼。食就会死哦！你想会到，这个神想会到，嘛怪怪哦。也是讲，咱所想的，甲伊想的无共。你安尼想敢若道理，但是上帝伊想的道理，你敢知？所以，这个形容家也好，还是博士也好，伊按照伊的想法，你生活当中找七粒星无解清楚时，伊就走去皇宫。皇宫内底当然讲，这王当然是生咧遐啊，无要生咧倒。所以伊用伊行动去对着，有当时啊嘛会迷惘哦。兄弟姊妹，咱咧追溯跟对上帝主内底时，跟你耶稣你行只，有当时是毋是嘛会行着即个状况？讲奇怪啊，即条路主要所是安怎甲咱指示？安怎敢若无啥清楚咧？咱应该安尼想，会想啊敢若有理。结果去讲，安那无共？上帝你无听我的祈祷啦，你拢无照我的。有当时咱嘛是会拄着这。所以，这个形容家去到这个皇宫的内底去找这个王的时阵，这个王讲无啊，阮家无出世，无出世一个囡仔。我问你，无出世一个囡仔，总讲出世这个囡仔甲恁兜有关系，你一定真欢喜，对毋对？这个囡仔若甲恁兜无关系，你嘛袂惊，你为什么会惊？你写讲奇怪，死里王点会惊？规全城的人也会惊，这写了嘛怪怪。你捌想过讲为什么这王会惊？全城的人拢会惊。咱莫想迄当阵啦，咱想对等，咱即马就好。全世界做总统也好啦，做啥物迄个主席也好啦，做啥物等等，你看因逐工。有你惊遐无？逐个拢咧讲烦恼，这世界吼，天气变化啦，这吼已经要面对吼世界末日。这个代志，这个代，全世界迄个王拢咧紧张到要死。这王紧张，规城的人紧张。你看咱活咧全世界人，是毋是共款这个情形？无道理啊！应该是欢喜的代志，因为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主耶稣的降生是较早上帝的意愿的代志要实现啦。咱做主属主的人，咱来欢喜，因为主所予咱的 promise， 予咱的应允是要实现的啊！咱应该欢喜。不过咱对着所有的人同款，拢咧惊呀，这就是甲咱提醒啊！咱应该了解讲，主要来的时阵，应该有真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摸唔到世界拢会惊，因为这歹要过去，好的要来。意思讲，你若只做歹的人，
你爱过去，你当然爱惊。王安怎想？这个王若出事，就是要来占我的位置啊！啊，所以我爱被淘汰啊！我来换掉，我当然我无爱啊！我干那要安尼啊，所以伊会惊嘛。世上的人因为王会惊，拢影响着所有的人拢共款。所以一个领袖也好吼，你来看吼，一个领袖伊若是有安定吼，伊所带的人才会安定咧。哦，阮牧师伫遮咧讲现象互你看，你去看台湾的选举就知啊。倒一个是稳定的，会当带人民继续一行的，你爱去看，爱找好的稳定。你行遐，逐项你都无迄落，你要怎带百姓行？大家拢咧乱，所以讲咱的主，咱的嘛是咱的主，永远真稳定，你带领伊的百姓。虽然无论什么环境，伊原来会当稳定的向前行。啊，咱你对，咱毋才会法度对了稳定，毋才有法度发展，毋才有到讲啊国家繁荣起来。啊，若无你动荡无稳定，你哪会好势？所以你遮你就看讲，迄个王的生活当中，敢若是讲，哇，这伊毋是去欢喜呢，伊心安怎想？即个来，伊佫甲迄个博士讲，甲你形容甲讲，啊，你若找着吼，啊，你倒来甲我讲，啊，我去甲敬拜，我甲你骗，甲你骗，所以咱爱分辨啊，啊，咱基督徒嘛爱分辨，什么是属于上帝好，咱来对。唔好诶，即马世上真济消息无，咱唔好胡白乱对。啊，总是咱基督徒也较单纯，有人较容易相信别人，这也是事实。哦，所以这个博士听就是讲，哦，你若去找着伊吼，原来来甲我讲吼，我嘛要来甲敬拜安尼。咱佫发现一样代志，伊今日我封疆诶时阵，星已经无看见啊。伊你问讲，即个王无生你封疆，啊，到底生你倒？即个王嘛想要知讲，到底才生你倒？来，较紧嘞！伊招上来，祭司，经学家，迄就是意思讲，拄则你写了解圣经的人。奇怪，啊，了解圣经的人，咱无啥感觉。颠倒那些想要追求的人，颠倒去了解呢？啊，有啦，圣经有写，啊，较早旧约有写，啊，较早先知有你讲啦，讲吼，这个出世你玻璃形啦，啊，在玻璃痕啦，地线。咱读圣经是敢若有地线，但是甲咱所关系，咱有了解，咱有去感动无？这最重要。所以答案伫倒，咱的环境真济有上帝的美意，有上帝做法的时阵，咱虽然无法度了解，也是袂清楚时，要去倒找答案。兄弟姊妹，爱去倒去找答案。圣经甲咱讲，爱去圣经内底，你有咱的答案。所以为什么我相信每一个牧师拢共款，拢鼓励咱好好啊读圣经。这是甲你有关系，甲你有福气，甲你将来代志有关系。但是咱有时阵坦白讲，咱可能看新闻较济，咱可能看电视较济，咱也有可能读一寡书袂歹。我感觉这拢毋是毋对的代志。但是牧师要讲的是讲，咱确实较是花这个开袂少的时间去看新闻也好，看电视也好，去看电影也好，啊是读书也好，拢好。但是，佫较一项同好的，就是读圣经，你有读无？啊，牧师要提醒的是这，因为咱所有的愿望、所有的答案，拢伫圣经内底。这个形容家找到无时阵，结果人家讲啊，这圣经的答案离啊。但是了解圣经的人，伊敢若知，伊无去追求。但是上帝甲咱讲。那追求的人，就可以会当看见，会当找到，敲吹的人也会找到。啊，寻找会寻见，叩门会为你开门。这是上帝甲咱讲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咱有要敲吹咱的愿望，你主内底迄个遐尼水的愿望，遐尼好的生命的祝福，伫倒伫咱的上帝的话语内底啊。这是甲咱有关系，影响到咱的，毋是影响到咱咯。
佮影响到咱的下一代哦。但是咱若无要了解，咱讲哦，我就是礼拜来敬拜上帝，我来听听就好，袂歹，感谢主，至少你有来，有诶，佮无爱来，佮无要读，其实真正失去福气诶，是因家己，真可惜。所以，迄祭司也好，迄经也教也好，拢知，但是伊就是伫皇宫内底啊，伊袂去走找啊。所以，即个博士也好，啊，形容家听到是讲，哦，有答案伫遮。伊较早是看形象环境，哦，知影诶有神有安怎去开始找。但是怎甲讲，你圣经内底有写，伊听到上帝的话哦，伊听到了后，伊开始佫继续去找找。所以，伊佫听上帝的话出来的时阵，伊继续行动。所以，迄当阵环境佫继续为伊效力，所以伊出来迄粒星佫出现，教多好。迄个意思是讲，咱若愿意上帝听上帝的话，咱伫环境的当中，上帝用环境、用圣经，甲咱做定，甲咱验明讲，伊的话是确实实。所以，咱上帝的话也好，咱所听到的上帝的圣经读的也好，会咱伫咧生活当中，甲咱说明讲，上帝的话是真理。所以，咱才会知讲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生命的粮啊。无咱哪会当理解？所以你看这段当中，你故事真理解，但是原来这内底主耶稣，互咱真侪启示。讲对啦，咱就爱听上帝的话，了解上帝的话，继续伫生活当中来去继续找找，拄着咯，感谢主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今仔信主，拢是伫咱人生的当中，无论你是细汉在你基督徒家庭内底，还是大汉信主像我，是大汉了听着信主，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属于主的人，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捌拄着主伫你生活引出祝福显明，所以你拄着你讲哇，我要来信主，我要来好好对主，这就是咱今仔日会坐伫遮的原因。但是无一定拢讲坐伫遮的时阵，咱常常嘛是袂记的嘛，是咱人基本上常常即个情形，嘛是常常安尼。毋过咱伫圣经看到一项代志。伊拄着的时阵，伊提出礼物、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有人讲啊，没药是为了耶稣，是为了耶稣将来要设置你过来，毋是。其实你当时的风俗，这三样物件，就是甲伊当作王来敬拜的物件，欢喜庆祝的物件。毋则去炸这三样物件，伊一定会想着讲，将来这个主耶稣要去定世界，爱用这个乳香没药无啦？我相信无遐熬啦。但是伊传的这三样物件，其实你当初来讲，这就是对伊心内底讲，这就是救世主，甲伊有关的，毋是以色列的王而已，嘛是伊的王，所以伊嘛是用王的方式来甲敬拜，来甲回应。所以今仔日咱嘛是共款，咱去想到咱拄着主的时阵，咱是安怎回应？总是讲主啊，可能我较早敢若即年甲即马敢若安尼敢若淡薄仔，感谢主吼，咱的主吼是祝福的主，咱的主是很大方不小气的。伊甲咱讲安怎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啊！你们过去没做的，不要紧。起码听到有时间哦，特别你若心有感动，你应该去回应就好啊。因为你听到啊。有当时咱若无注意，但是照着兄弟姊妹，大家伫生活当中，大家互相的鼓励，大家互相的勉励，大家互相的提醒，继续伫这段路当中，咱用感恩来回应主耶稣。互咱生命这个稳定，咱伫当中，咱有拄着什么代志？想看卖啊！坦白讲，对人生甲即嘛，总是你会拄着真侪无如意的代志，一定的，无管是身体，无管是工课，还是人事的当中，拢会。毋过你搁想看卖，咱今仔日会当坐伫遮，意思讲啥物？咱是爱搁伫平平安安的内底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。
咱就是代表讲，咱伫主的同在平安当中，咱会当献上咱的感恩。当然，咱嘛会使献上讲主啊，我一方面感恩，啊，咱一方面寄望来祈求，甲咱心肝所想的，会当讲主啊，甲你献上，我感恩。但是这段路啊，求你继续来甲我保守，对无？照你讲，这项代志到这应该结束啊。敬拜了啊！这个形容家是要转去啊？照你讲，伊应该安怎？头转去对毋对？正常嘛，伊安怎来安怎转去嘛。结果你困在当中，上帝甲应许讲：毋好我头转去哦。你要想讲为什么上帝我要头转去？捌想过无？按照咱基督徒，咱足单纯，咱讲既然咱共答应好嘛，对毋对？咱甲迄个王讲，咱即马找着啊，足欢喜，是毋是？我再转去甲讲，这就是咱做人的基本嘛，吼。咱单纯，咱就应该安尼嘛。其实咱有当时就是遐一寡歹吼便宜的时阵，咱伊就是甲咱就毋知感谢主，咱的生活当中，意思是讲，咱就拄着真侪代志，咱无一定面对，咱也可能相信啊。毋过，上帝总是引带咱会去摒开即个歹，咱也愿意亲近伊，伊就亲近咱，伊就指示咱，所以咱也专心倚靠伊。就是说，上帝讲，伊会引带咱行头前的道路。所以我相信，伫即个当中，伊咧困，主甲讲，你莫原来转去爱行，因为我相信转去吼。去找迄个王，可能是怎去杀掉，还是会造成更加麻烦的代志，拢有可能，拢有可能。所以求主帮助咱啦，吼。所以今仔日若照安尼讲来，牧师真简单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来了解，无论世上发生什么代志，你爱理解，咱今仔日咱有即个稳定的性命徛伫遮，咱将会。永远上帝迄阳光一定要束缚军队的人，所以你想，这个博士转去，伊有得到啥物？伊有得到啥？伊敢若看到这个囡仔尔嘛？那照当时来讲，敢若看到这个囡仔尔嘛？伊会望啥？你知无？伊会望讲：哇，哈利路亚！我一定看到上帝话应允出来了。你会记得主耶稣出世的第8天，去迄个圣殿做挂礼献上的时阵，有无？内底有一个老大人啊，做西面有无？伊讲哇，我上来吼，定定你上帝迄个厝内底吼，哇，我终于看到，我即马 OK 啦，OK 啦，我吼一定看到我愿望已经实现。总是迄个实现，你当中无一定完全的实现的，无完成对毋对？敢若当初上帝应允了亚伯拉罕，嘛是有应准当中嘛有真侪坎坷坷，但是你若要照讲，迄当阵亚伯拉罕所领受的也无完全的实现嘛。但是咱到即马来看，已经有真侪拢伫实现嘛，将来一定是实现的嘛。所以咱的愿望，无毋对，咱的愿望有坚定的，有忠定的，还佫有长永远的。咱这个永远的愿望若把握袂牢，咱今日中的，咱甲主讲，主若收煞咱，我相信这是运上加运，我相信这是福上加福，我相信讲，若是这若是无，你原来袂要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影你将尾，你上帝阳光内底，这项代志无比这较大，所以无论这有啊无，对你来讲，还是拄着困难。你下当去了是讲，这拢是暂时的，因为上帝甲同好已经互咱了，咱有去把握无？这是今仔日咱爱思想的问题。我已经伫遮，但是我愿望是毋是搁伫世上，还是讲主，我愿望你搁再来？总是你搁再来这段期间有真侪代志。当然，咱嘛会使交托，咱嘛会使祈祷，咱嘛会使甲咱愿望，行顺啊，啥物拢甲主讲袂要紧。总是这个重大的愿望。咱有保守掉的，求主帮助咱。你今仔日是愿望，主搁再来愿望的主日，
所以望今仔日牧师所讲的，就是咱为这个信心讲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望，明仔到底要安怎做，会当来完成我这个望。第一点，按照今仔讲的，咱用信心来仰望这个主。敢若较迄当阵，迄博士看到天上，相信继续刷落军队，用信心来仰望，用咱所追求的来军队刷落，咱用感恩来回应。阿妹嘛，求主真正帮助咱吼，会当了解。所以咱这段帖撒罗尼迦2章19节，望这段经文会当鼓励咱家己。咱今仔日咧望甲欢喜是啥物？是啥物？啊，咱要所要夸口的啊，咱迄个冠冕是啥物？后壁迄句最重要，是咱主耶稣来的时阵，咱是不是徛伫主耶稣面头前？讲主啊，你讲我是一个忠心，互你欢喜的仆人呢？我是一个忠心，互你看到讲会当你伫你面头前徛会牢迄个人咯。咱所望的，应该是这是咱永远的福乐。你讲对毋对？敢若无啥人对呢？对毋对？对毋对？要有信心，对毋对？对毋对？感谢主啦吼！当时牧师伫遮，甲大家互相勉励，互相来鼓励。啊，最后即句话吼，但愿使人有仰望的上帝，甲信心，因为信，甲主伴的喜乐，甲平安，充满咱的心。阿妹嘛，互咱的借着圣灵的宽容，这个印记，伫咱的身躯内底讲，我大有仰望。所以求主借着伊今仔日所显明的话语，借着伊所写的话语，互咱今仔日开始，无论过去安怎，咱对今仔日有一个大大的仰望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有欢喜无？咱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互阮有仰望的上帝。啊，感谢主，甲这个信心加强互阮，主阮实在有定定有时阵会软弱，总是主你的圣心伫阮的当中，有这个宝贝伫阮的心肝内底，互我毋通忘记。总是若拄着任何事的时阵，主啊，你圣灵的大宽容、甲信心加互阮，互阮勇敢向前行，会当传了着这个仰望伫阮的面头前的时阵，相信靠着主，阮会当经过每一段道路，拢看见你恩典满满。感谢主，甲兄弟姊妹拢交在你的手头，啊，相信这时阵有可能兄弟姊妹身体若有无爽快，也是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干扰的时阵，主啊，愿你的圣心，愿你的疼，你的爱，保守因，看顾因，带伊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互因会当放下重担，会当得到你的安息，得到快乐、重新，搁再奔跑头前的天路。互阮有一天，若拄着你的时阵，会当欢欢喜喜，会当互你来学了阮，是互你欢喜的，是儿女也好，是你的仆人也好，总是这就是主，你要赏赐互每一个人，愿意属你的人永远的荣光。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